后来过来是南投草屯发生一件惊狂的车祸，一个88岁太太骑机车伫路口等我的时阵，被一台直驶的客运弄到。这太太连人带车卡伫个车头，往头前推行5米远。这个太太双脚骨折，但是意识清楚。 伊一直大声来喝休拍车头，提醒司机弄丢人路。这一幕是互过路的民众看甲心惊胆吓。啊，有店家用这个小型的千斤秤要甲车头吊好悬，但是这个客运实在是太重了。加在这119及时赶到位，甲太太救出来。 骑奥多摆附近人为巷口出来，直接就拄我。这个时阵，一台直行的公车，敢若无发现这个附近人骑车伫等我，直接就甲弄落去。这一个弄，这个附近人连人带车卡伫车卡，路差不多5公尺。 嘣一个一声，过路人拢着惊。这个附近人意识清楚，因为会疼，用手搭车头，提醒司机弄着人啊。迄个蚵仔算鱼啊，呻吟啊嘛，真痛苦啦，当然嘛，领着啊。大家赶紧来关心，并且敲电话报警，并且店家杀出一台千斤秤，赶紧要救人。伊甲称啊，但是我千斤秤无够啦，伊太大只咧。下去了，再来。 相对到现场，用惯方式的千斤秤将车头惊悬，将这个附近人救出来，伊双脚骨折送去病院。可以来，人出来了。脚就是夹在保杆跟机车的中间。救援过程中有任何的晃动，他都是非常清楚，所以会比较恐惧。过程中我们一直不断安抚他。 车祸发生伫南投草屯中正路一个加油站前。经过了解，这个路口无青红灯。这个88岁姓李的妇人人为加油站出来了后，敢若是无注意，直接就倒滑切入对向的车道。公车司机2把赶紧要挡店，抑过油完未附加弄到。警方表示，双方拢无啉酒，嘛拢有驾照，是安怎会发生车祸，以及吊水责任，再过进一步的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